即係阿陳生啊，咁複雜嘅問題，其實你下次交俾阿楊小姐答啦。即係你答完，其實咧就即係話俾我聽，你唔準備做嘢咯。第一咧就呢個崇光百貨門口嗰個站咧，其實綠枝站處其實亦都處理唔到個分流㗎。因為實際上係好密集啊，嗰個位，其實大家都知，你都識講係銅鑼灣係商住區，好商業活動好頻繁，好多人嚟嘅。但係相反呢，其實喺香港大廈對出，即係你哋講嘅百德新街站呢，其實嗰個位係相對疏落嘅啲站。咁因此呢，其實你喺崇光百貨門口嗰啲站呢，其實你仍然係有空間可以將部分係搬去香港大廈嘅。咁我上得文件上會就係想請你諗啦，你諗都唔諗就上嚟同我 say no， 然後就話都繼續歡迎議員有意見嘅，咁我意見係俾咗你，你話唔做，跟住又叫我再俾意見，咁有咩意思呢？呢個第一，咁第二呢，就係其實即係剛才都有講到即上即落即走嗰個policy 呢，其實除咗係靠執法部門係同埋係即係勸喻以外呢，其實會唔會你哋都可以有啲即係大型啲嘅指示牌喺度？甚至乎係有 banner 係喺埋內欄個圍欄嘅內，可以俾到市民都睇到，喂，其實嗰度係真係唔可以俾人排的士喺度嘅。大家都有個阻嚇作用喺度，唔單止係上的士，唔單止係揸車嗰個上的士嗰個都會有個 awareness 喺度啊！原來嗰度係唔俾咁樣停車嘅。咁第三呢，就係我諗喺嗰個位置呢，其實就冇上客落客之分嘅。我明白一定係大部分人嚟到就係即係喺銅鑼灣落嘅。咁但係呢，因為雖然我哋話即係以鐵路為主要幹道啦，但係當你係一啲繁忙時間，你逼落地鐵站要行咁遠嘅樓梯，然後逼幾班都上唔到車，有啲人就會即使係返東區都寧願搭巴士㗎嘛。咁所以嗰個位呢，其實都唔算係一個即係主要嘅集中落客點嚟嘅。咁因此就喺即係銅鑼灣呢個位置呢，我唔認為嗰度係有啲位置係落客位而唔使去做畫嗰個排隊線喺度。咁亦都目前亦都有啲排隊線已經模糊咗㗎啦。咁我希望可以處方同埋營運商呢，可以大家一齊去再就住呢個處理呢，就再作檢討咯。因為即係我唔認為咧，做咗兩輪諮詢之後可以完全漠視市民嘅意見去強行執行。但係咧喺我哋見到一個咁大嘅需要裏邊咧，其實部門應該要更積極地去處理呢度嘅問題。多謝主席。